港嘅70-80年代午夜場非常之流行，但係近年嘅午夜場已經逐漸消失。不過咧，日本最近有一間戲院咧，就將午夜場復活咧。呢個活動原來係多得九龍城寨之圍城帶起嘅熱潮。順帶一提，九龍城寨喺日本嘅票房已經達到2億5千萬日元，成績相當唔錯。講返搞午夜場嘅戲院，就係專門放映經典電影，位於池袋嘅新文藝座戲院。喺3月8號嘅週末，搞咗個超級午夜場盛宴，由晚上10點半開始，一口氣放映3套香港動作電影，一直放到第二日凌晨，實行通頂，令到你過足癮。唔知有冇日本粉絲咁瘋狂，一口氣欣賞3套戲呢？咁呢3套戲咧，包括咧《怒火》、《殺破狼2》同埋《掃毒2》、《天地對決》。3套戲都曾經喺日本上映或者出過 DVD。新文藝座之所以選《掃毒2》、《天地對決》，相信係因為古天樂有份演出，而《殺破狼2》正正就係九龍城寨之圍城導演鄭保瑞作品。至於《怒火》嘅動作指導之一咧，就係九龍城寨嘅動作指導谷垣健治，難怪會選呢3套戲啦。午夜場放映前後，日本粉絲紛紛喺網上留言，分享佢哋嘅感受。今次嚟喺午夜場嘅觀眾當中咧，有唔少粉絲係專登嚟重溫呢幾套戲。佢哋話走入新文藝座戲院嗰陣，心情特別興奮。有影迷咧就專程嚟欣賞怒火捧甄子丹同動作指導谷垣健治場，話無論佢幾多次都覺得係傑作，勁讚甄子丹貫徹正義嘅帥氣，謝霆鋒嘅瘋狂同邪惡就充滿魅力，槍戰場面好刺激，尤其高潮戲喺尖沙咀鬧市槍戰，簡直震撼到極點，乾淨利落嘅格鬥動作戲真係太精彩啦！咁咧最後咧就甄子丹咧同謝霆鋒單挑對決啦，更加令人腎上腺素狂升啊！日本 fans 話呢部香港警匪動作片描繪邪惡男子被正義中嘅黑暗所擺布，同苦惱中仍然堅持正義喺男子之間痛苦卻熱血嘅對決。另外有 fans 話中意甄子丹嘅格鬥場面，當然唔使講，飛車追逐同槍戰都係超乎尋常嘅高品質，簡直型到爆。中段到結尾動作場面精彩，甄子丹完全冇令人失望。谷垣嘅風格發揮得淋漓盡致，令人忍唔住翻睇又翻睇。不過有 fans 感到失望，佢哋係因為九龍城寨嘅關係而嚟捧場，仲誤以為係同一個導演嘅作品，但其實並唔係。佢哋覺得故事唔算精彩，更加唔太了解香港社會。尖沙咀槍戰場面令佢哋諗起阿爾柏仙奴嘅《導火線》。至於殺破狼2，有粉絲直言係因為鄭保瑞先嚟重溫佢嘅舊作，大讚殺破狼2好有作家風格，比九龍城寨更為突出，特別黑暗世界嘅絕望感，同杜琪峰嘅作品有啲相似啦。咁意外嘅係動作場面唔算特別多啦，但係最後嗰場戰鬥完全補翻呢個缺陷啦。吳京、張晉、泰國動作男星 Tony Jaa 呢個陣容真係豪華到爆啊！張晉無論外形定功夫都型到令人驚嘆。開場吳京對 Tony Jaa 嗰場動作戲勁正，睇到人熱血沸騰。可惜後面嘅動作場面穿插得比較零碎，好彩每一場都極之精彩。Tony Jaa 同張晉嘅對決睇得相當過癮，雖然劇情有啲牽強，但係轉折巧妙，依然好有趣。只係講故事嘅節奏仲爭少少火候，而最後唔應該死嘅一個都冇死，應該死嘅則一個不留，結局感覺好舒服。但係日本 fans 就認為咧，鄭保瑞導演作品入邊真正做到戲劇同埋動作完美融合，達到巔峰，始終都係九龍城寨之圍城。由於午夜場反應熱烈，新文藝座食住個勢，安排《殺破狼2》於3月21、22、30、31日加場重映。香港嘅動作電影得到咁多日本 fans 追捧，港產片真係要加把勁，希望跟住嚟嘅動作電影可以保持水準，合力拓展日本市場。對於正在製作嘅香港動作電影之中，最受注目嘅包括《九龍城寨之終章》同埋《九龍城寨之龍頭》，另外仲有劉德華同謝霆鋒合演。郭子健執導嘅《怒火蔓延》，甄子丹導演嘅《導火線2重生》，以及魏浚笙遠赴日本拍攝嘅港日合作動作電影等等，呢啲作品都令人期待，希望可以繼續為香港電影增光。